羡慕人家，我平时没得葡萄，他羡慕人家小朋友吃他100我明嘅，我哋可以打電話好唔好？有的，就附近嘛。有火车。那你把那个把沙滩过来。那个是老地方那个，我传来给他过。可以。3块钱一串肉，买了好几串，5串。所以它很凉，它这个2串豆腐，2个钱串，而且不能吃，太辣了，太辣了。给我买一点，拿回去吧，但是拿回去冷了，太远了。这个很少，看3块钱，不能吃啊，太辣了。今天晚上人有点少，是10点多了哦，8点多了人最多，7点多。无人机居然能飞那么高！哎，这怎么上去啊？我想起来了，我跟你讲，以前我小。质量好高啊！没有啊？老板儿，再上2个串串，从你的世界撸个美味赞不绝口。Hello.
大的烟你看出来了。它有点味，有什么？攀枝花综合矿业园是。这边是试试哈。这个邮政储蓄银行，这中间只是看不清楚。那边还有一个。前面有个音乐喷泉，音乐喷泉。这什么音乐哦？边走边啊，小朋友的吧？小朋友他们这个是他那个电吉他。这个灯笼，这个一定可以。灯笼最密集的地方，拍一下，在这点。全部是小楼红灯笼。坐一会儿吧，坐一会儿，坐一会儿啊，坐一会儿。怎么了？坐好。哎，不好坐啊。来。不好坐，这边凳子点还可以吧。欢欢。全是。抱，走了。
都好多啊，几百个啊，这个密密麻麻的。我手机拍一个。哎。照片。没有，我们就放烟放，就放。你要是安排啥子小的行李嘛？这个啥龙山一样，四川龙山一样。四川龙山银行这边，就这个就第一个，后面是啥？攀枝花那个？哎，不是，全部是银行，一个县委县政府的，也全是银行。这个叫啥名字？高质量发展。嘿。这边拍树遮住了。离现在什么示范区啊、养老的这种地方啊，几点钟现在看不到4。样板线、样板戏的有没有？休闲农业重点县，中国天然氧吧
中国气象局的2020年11月。又是新疆的羊城，又是新疆了。省级旅游度假区，蜜阳光。啥？这是乡村振兴战略工程，仙林县。脱贫攻坚先进县。其实以前的米易说很穷，后边搞了一些，全部这边重新打造了之后，一下就起来了。旅游主要是靠旅游，还有天府旅游名县。度假嘛，主要打了一个招牌，就是它一年四季的气温都是比较高的那种，平均气温20度。成都的话10多度左右，像阿坝州那些地方不说了，冬天很冷啊。这个地方白天像过年的那段时间，27到30多度，一般的这个温度吧，就今年降温的话，大降温的话，这边受影响，降了几度，应该在12、13度左右。白天晚上应该是10多度。看一下天气，现在看墨迹天气啊。哦，我打开之后，这个调个淘宝出来个是干啥呢？就是13度，13度，明天多少度啊？明天24度，今天25度，哇，呵呵，给他们看一下。那个穿2件衣服，之前我穿到那个马甲那种，取下来太热了。这前面还有那个瀑布音乐喷泉，音乐喷泉还有没有我不知道，开没有？10点半了，我靠，10点半了！我是从几点钟出来？7点多出来的，一直走路。走几公里哦？我发那个狗狗，一个大狗狗，去不去？你既然要出来，也因为你其他的超花钱。这你吃个鱼，那你鸡巴一点鱼他妈管你妈160几块钱就拍个横屏。这边还有就是国家投了那个皮划艇，要投几个亿吧，我觉得。训练基地，这个地方就是这个火道就是皮划艇他们用的，左边是正常的火，这边就是控制了的，这边是。它有个赛道那些就标准的，可以承办赛事的一些。皮划艇在中国应该算是比较年轻的，他们休息好像只有2、3天左右。过年大年29、30，我今天初几啊？初2吧。看完年历，你看今天是初2吧？手表上有，我没去看手表。这为什么打开淘宝了呢？初3今天，现在已经开始训练了，应该是休息3天左右吧。应该休息3天左右。大年30、初1、初2，因为好像去年也是，每年都是，他们都是年轻的13、14、15、16岁的那种。反正我看的都是那种年纪的，应该还有男女队员都有。旁边那个河边，专门一个河道，左边就是安林河，它是并行的那个。
这边河边还是儿童，晚上这边人山人海的小孩子，全部是这儿就喝茶的，玩沙子的，还有游乐设施那些比较多。这一片有，我没有拍那边。这边是他把河到了办公的地方，这个地方，这是他办公室。音乐声没有了，好像应该关掉了。有音乐的话，它有喷泉，好像关掉了。还有我之前过来有拍那个，上面有个山，那边有灯，那个爬那个山还是比较高，你看起那个山比较矮嘛，要爬个几个小时。这边海拔1150左右吧，我看一下这边，好像我手表上显示海拔1100的吧。这边海拔电影票房榜，我觉得可信吗？反正我觉得不可能。这个数据比起前2年的那个经济好的那个不知道下降多少。这个电影票房那个数据都是可以造假的嘛。比如说你看成，比如说40-50块钱张，其实它直接卖给你只有团购那些只有19.9块啊、20块钱那种，上座率的都是可以作假的。这个票房那个水很深的。有些本来比如说你投这个电影，比如说投1-2千万，他那时候投了几个亿，这个就水太深，是一些涉嫌那种洗钱的一些嫌疑嘛。前大家都在谈那个什么，我这个电影投了几亿、10个亿的那种，有些投了几千万的时候，票房只有几百万，有些只有几千块钱都有。有些反正那个都不准，都是只是说是个参考。它中间2个地方全是喷水的。那个灯光那个叫龙桥，人行的行人通过的那种。叫他几点音乐还？今天晚上无人机没有飞啊，昨天晚上也飞过了，白天没拍过，明天白天我拍，飞一下。但我这个是穿越机，还要练一下，穿树啊，穿汽车的底下呀、方向盘那些，穿那个以前能够高度只有10多公分那种，几公分左右的，能够穿的慢慢把它练出来。现在我这个水平不行，最一般的那种。专门飞手每天穿那个，哇，那个就他们自己 DIY 的那种穿越机。其实大疆没有出穿越机之前，大家都全部是自己装的那些穿越机，电池自己买的、自己装的，飞控系统啊、图传那些都是 DIY 的，都是有些大疆的那种图传。那都很多，都不一定是用大疆的，反正有些专门玩那方面的，那些都有些。大型的穿越机上面带来的一些摄像机那些，那个它速度很快嘛，那个很多有专业的。后面大疆出来有
阿维塔1，然后一下就好卖爆了，然后第二代，然后买了第二代，第一代那些有些缺陷，它改进了嘛，二代就当时没有想买的，这个我觉得新品嘛，然后不知道咋回事，突然就觉得心动了，就买吧。它那个又不存在什么不存在什么撞那个东西撞的那个买了保险也不存在，因为它那个保险也便宜。这个声音就是火车的声音，货车的声音还是客车的，听得呜呜的声音。以前那个铁路它是那种普通的，然后这个地方有个洞嘛，火车一过这个地方就要按喇叭按鸣笛嘛，24小时好像只要过这个地方它就按那个，然后对这边影响休息就打搅大家休息吧。后面改了，线路改造了，升级了。从成都到这边有4个小时，3个多小时，将近4个小时，速度不是很快，178、156那种。谁打电话？打那个啥，通火车了嘛，就方便很多嘛，就在我们家旁边。以前我妈本来想换地方呢，他们我们这个装修好了嘛，环境也好，就是那个受不了火车那个声音，准备放对面去，或者是放在那个后面有个山沟里面有个水库旁边打造了一个楼盘，那边还可以，那边房价应该在6800、7000块钱1平米。现在因为房地产市场不好，价格降了，以前不然的话应该在卖1万多以上。现在6800，装修好，拎包入住。明天我就开车走那边看一下，去看一下服务员。以前在那边飞无人机也飞个，印象最深就是以前玩那个 DJI Air 那个，它现在新的是 Air 2S 吧，是不是？这一代的1英寸的那个底，然后飞机被我们家小孩子飞的时候没有注意电量，那个只有30%的电量，飞到那个米易政府那个地方，也就是我刚刚吃烧烤那边。我们之前距离应该在3公里吧，几公里飞过去，突然就失联了，然后连不上了嘛，连不上嘛，然后我们看那个定位的地点，然后去找。这边我一个人去找，我去这边出租车也没有，打车也打不到，然后共享单车也没有，后来走路啊，慢慢走过去。我们想那个无人机，我们就在那个人那么多的地方，应该是不是可以炸机啊？找不到了，找将近1个多小时，我都想放弃了。后面就在那个地方发现灯闪一闪的，一个红灯一个绿灯，是不是无人机？一看是无人机，然后通过回放，它是自动降落了嘛？因为失去联系之后，它自己找个地方自动降落，然后在那个米易县政府那个办证中心那边吧，一个出口位置比较平坦的地方，比较宽阔的地方。出来一个车子，他开了无人机，他直接就停下来了，就绕开走了。第二辆车就停在那个地方，然后把那个无人机就捡起来，放到这种平台那个一个台子发台上面，也就是这种台子吧，放上面，然后就开车就走了。因为无人机都是实名登记的嘛，他觉得捡了也没什么用。15分02秒。他觉得捡了也没什么用，有些直接就放到旁边了，然后我就把它找到了。那次真的是有点，就是怕他那个掉下去把人砸了，是吧？人多的地方直接掉下来了，比如说失联了之后，其实我们顾虑多了，因为他那种是像这种情况失联或者电池低，它是自己降落，它系统设置好了，会自动降落，找个地方自动降落，然后你根据那个定位坐标那个到这边找吧，一般是会找到。他如果掉到水里面了，你就白，只有那个没搞了。它不会降到水上，好像它是会降在陆地上。
这边就是这个河看不到，这边就是训练基地那边河，这边有那个，这是旗杆儿，这些旗杆儿是放插国旗的，这些。